压力不要那么大，好不好？其实我也是光头，把我的脚绑一下。我刚才很想要拿那个庞克的头发用贴他上面，应该蛮帅的。大家好，我是楚密，各位晚安。我觉得我们可以，之前我们下次找一个办法，把我们所有的朋友全部找来，可以开3个小时的演唱会，蛮好玩的。哎，有人鼓掌是怎样？会买票吗？你真的是来买票看胡闹的。我其实也不知道今天要表演这样，然后那时候直接讲说今天要来是因为预想不在，我们都是因为预想不在，所以我们都跑出来了。结果刚刚一进来是，预想你怎么在？而且你还不在台上呢，真的感觉很奇妙。好，讲太多话了，等下我们会唱到12点，赶快。好，介绍我的乐手阿力，其他的名字就看过了。Yeah.
你怎么开始摸头皮了？好，我调整一下我的夹板。还在亏他了。马场在吗？真的？你在？上面啊。等一下还要表演哦，好不好？你换一下造型吗？换发型啊。好，我们这样组了，其实我们也很久没这样表演了。刚刚直接介绍了我们的关系，有吗？介绍我们的关系吗？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是图腾乐团的，然后因为很想要唱母语，那偏偏图腾乐团只有我一个阿美族的，所以就找了一些很喜欢原住民的朋友，把他骗过来说，我有了个理想要唱母语这样，所以这些人都被我骗来了。然后其实我一开始那些歌都没有歌词的，然后大家都以为我唱的是阿美族语，很好用啊，只要后面尾巴有唱哪路湾尾哈嗨就很像。好，这首歌现在要唱的这首歌就是从没有歌词到有歌词。所有的人来见证这件事情，就是从子杰来见证过这个歌，这个歌伴随我们很久了，然后现在终于有歌词了，有些朋友知道啊，这首歌叫《当铺铃铛》啊，是阿美族男生很重要的一个传统服饰的配件。阿美族是母系社会，男生入巴嘎隆爱训练的时候啊，就会把那个铃铛臀铃在屁股那边。那个铃铛绑上去，要一直等到有小孩了之后才会卸下来，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小孩之前，都是妈妈的小孩。唱这首歌献给各位，铃铛。Sumaku Mabuni kutamu arumaka Kutang Maka bahai kurumi akan ini Maro karongan hidupku Rumah liu tunu amis akrabu Kurabiu tang Ku ragu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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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 ragu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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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uka Rata Hanana Numaku Arahan Sabaterung Kisuana Kuratan 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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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 Mahusika Kuhataida Hey yeah Dara Manan Ari Haiku Mi Ara 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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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 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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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 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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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waya
接下来真的要唱从头到尾都是吼哈样的歌了，没有歌的。很多人会问我，就是怎么会原住民会那么多吼哈样吼一样？你们要不要问吼哈样吼一样拿路湾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什么意思？你们要问嘛？请问拿路湾什么意思？你们要不要问呢？请问拿路湾什么意思？哦，我认真回答你。拿路湾，不好意思，没有意思。因为他没办法翻译哦。它是一种唱歌的方法，有点类似 R&B。听过那个美国歌手，刚刚那个马场的儿子很像啊。那个不是 R&B 说呜耶吗 ？No。那个乌跟耶，那个 no 没有办法翻译嘛，对不对？就是它是一种唱歌的词汇嘛。中文也有，中文比较少，可能那种有没有？台语也有啦的，那个跟拉是没有办法翻译嘛，因为唱歌。但是偏偏阿美族这种词汇很多，你听到的那鲁啊、维哈嗨、阿嘿嘿都是，它是一种唱歌的。有学者说是衬词啊，这种虚词的，但其实对我们来讲说，因为老人家想说唱歌啊，有一些东西，如果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时候你就要用这样的唱歌方法来表达你内心的，不管是开心，或是你很难过，已经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你的难过的时候，你就要唱一句拿路湾。对，其实用这个。你看，时有声胜无声，有无声胜有声，这样讲好像很怪的。反正就是它是一个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时候，你最好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你心中的感受。好，接下来要唱这首歌，这首歌叫《祈雨的妇人》。为什么要祈雨？以前原住民没有气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很多时候都要靠巫师。但是有一个法术是巫师不会做的，就是祈雨。很奇怪，巫师为什么不会祈雨？阿美族的对神的感念那个观念就是神会很怜悯啊，尤其是越可怜的人，他的祈求神都会答应。但是下雨这件事太困难了，所以要找真的很可怜的人去祈求。然后才会下雨。部落里面什么样的人才会很可怜？最好是老公死掉啊，然后又80岁，然后又没有小孩子的这种老寡妇，很可怜啊。然后怎么办祈雨祭呢？就是所有的歌谣到最后的时候巫师会问，就是年轻人会拿那个泉水涂在那个，我以前是茅草屋嘛，丢到茅草屋上面，那茅草屋会慢慢漏水。那个老寡妇会蹲坐在那个屋檐前面，他蹲坐，然后因为以前的房子很矮，然后那个水就滴到阿嬤的头上面，看起来那个画面很可怜然后巫师就要开口问毛木为什么你那么可怜？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去帮忙的？类似讲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跟天神讲。所以那个老寡妇就要讲她的需求，其实就是为了要下雨这件事情很困难，所以部落办了一场戏给神看，好像有点这种感觉啊。但是那个老寡妇，万一她有一点点私心的时候，我想要一个老公，就毁了这个祈雨祭就没有了。就要那个有大爱的老寡妇，她才有办法开这个口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很有趣，但是这样的歌没办法被传唱，因为一唱就要下雨了。还好最近缺水哦。现在下雨了吗？我还没唱真的。我现在唱的这个是我自己看了那个画面，去了问了这样的故事之后所创作的这首歌，也很感谢那个阿嬤已经去世了，然后带这首歌《祈雨的妇人》献给所有有大爱的人，大爱就感恩的。
呀那哈喔哈嗨呀，耶呀哇嗨呀嗨呀哇呀哇嗨呀那嗨呀那哈喔哈嗨呀，耶呀哇嗨呀。哎呀。
最后一首歌，反正宇翔来了嘛，我们要一起欢迎宇翔。那给一点时间呢，让他 setting 一下。你看大牌，你看，很坏的。然后要 setting 要时间哦。没有，你想你慢点，不要算，等一下有升降舞台给你。还有爸爸桑，我们要来大合唱好不好？爸爸桑呢？哇哦，完美的崛起总是要全部的人要拍个全家福之类的。好，那如果现在有点时间，我帮他讲话了，学直接要讲话。好，那报告一下，我搬回去台东住了，这有什么好报告的？我在台北混不下去了，所以以后台北有通道的时候，记得要跟我讲一下。我希望都是那种交通补助是那种早上8点半那一班立荣航空的，走很累，6个小时都可以去澳洲了，很远的台北太远了啦，我们要近一点的，不是说不用马号要开吗？陈友龙，你们家的不用马号嘞？你不是不用马的吗？什么？没有，对啊，因为不用马号太胖了，月台进不去。他不是就把月台打掉，是把我这边瘦。怎么办呢？这种问题怎么会有那么胖的火车？然后说他跑很快。开玩笑的啊。那回台东，我的作息开始变得不太一样，到晚上大概到9点10点你就想睡觉了。现在是我的睡觉时间。比我很大声，你想很大声呢？你想不要忘记，其实我们是主唱。虽然你虽然很红，但是不能这样把钢琴变很大声。很快。你想会不会拍第2集啊？第一章叫逆光飞翔，飞过了嘛，然后第2章叫逆光奔跑，越来越难哦。你开始用飞的嘛？第3部逆光潜水，潜水干嘛？因为我家靠海，我很想要拍到第3部。我家住都兰，有去过都兰吗？有。玉祥还是很大声的。马场，你在这里，马场，来，我很想要在部落里面办一个音乐节，这样，就是都兰最近好像蛮红的，但是我不想它变得像垦丁一样。如果真的要办一个音乐活动，我想说有没有办法有我们自己的style？反正我唱母语，你们也都听嘛，对不对？你们是买票进来的吗？谁没有买票？买票，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还蛮妙的，只要部落里面会唱歌的人那么多，然后只是他们都觉得出来在外面唱歌都一定要唱中文的。我就要鼓励这些部落的长辈们，然后还有我自己也会带部落的弟弟妹妹们。那这一年，你们真的去教他们一些表演的方式，因为部落的表演幽默，外面的人看没有，只是觉得我们很胡闹而已，但是里面都有我们的精神。我们喜欢娱乐我们的长辈们，所以，最近好像我心已打烊这首歌突然红起来，有点奇妙。你们知道这首歌吗？知道。今天不会唱，马场不会唱吧？你会唱吗？我心打烊。没有接收到这个讯息啊？没有知道，不知道没关系，可以上网去查。好，然后这是我的小小愿望，想要在部落里面办一个音乐节活动，然后希望部落的人也可以想办法赚钱，赚到一点点钱。如果他做民宿有赚到钱，民宿就会更好啊。如果做餐厅有赚到钱，餐厅就是更好这样。
还没有赚到钱，民宿就会倒，然后餐厅就会倒了就变得去做工地了。我觉得永远没有自己的位置存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因为恐怕不然会变成第二个垦丁。然后所以很努力想要在部落里面，希望部落的人对自己的文化要有信心。然后这群人我都会找他们去，他们绝对会被我骗过来。我都会跟他讲，哎，来要参加丰年祭，来根本没有。这个预告啊，我的梦想，希望在年底之前可以实现。然后，如果你们真的有一点点钱，去不了澳洲6个小时，可以到都兰，好不好？一样有出国的感觉，因为整个音乐节都是唱阿美族语，听不懂。那现在带这首歌，算是阿美族之光啊，郭英娜阿公。啊，他的声音在亚特兰大奥运的主题曲里面出现，啊，今天算是跨国的合作，而且又有金马奖那个预想的加持之后，这首歌绝对会不太一样。带来这首歌《欢乐饮酒歌》，给掌声！哎，等一下，子杰你要不要上台摇个莎莎也好？这样少一个，这样没有怪怪的呢，不完美。莎莎就好哦，好吧？可以吗？好，欢迎子杰。
边。署命的表演很精彩，我们爸爸伴奏会继续维持这种，你跟我买葱，我送你肉。好，谢谢署命，好，谢谢大家，晚安。